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华宝岛的中山路3间联动的透天厝，透早来火烧厝，2男1女消失伫个火窟。讲这3栋透天厝是共一个厝主的，其中一栋的楼顶违章架16间的套房来租人，厝主是住伫个2楼。厝主讲，前一天拜拜，金纸拢放伫个1楼，可能是有人不分，这个火是为1楼烧起来。 伊闻到烟味的时阵，火已经烧到真灭咯。也毋过其他的厝骹是痛骂这个厝主烫这个当生，违章架间，阁无安装到警报器，才会发生这个悲剧。我到一点啊，你赶紧爆炸啊！赶快！ 1楼的机车行火烧厝现场有爆炸声音，乌烟呛起楼顶，民众赶紧冲出来。内面落外楼啊，我摇外楼啊，走足就出来，无做啊还要求够大啊！住伫楼顶的人敢是挂楼破，因惊甲赶紧走出来，不过嘛受人叫火烧着。这个叫烫一下，这走无出来叫烫一下呢啦，你讲。 下早6点多，中华宝岛中山路的透天厝发生火警，消防队赶到现场的时，火已经烧到4楼，警消赶紧全水炮火。不过住伫咧4楼1男1女，有隔壁栋1楼的查甫人，防救出来时已经无地喘气，送去病院嘛是保防救回来。住伫咧2楼的厝主讲，当时就闻到臭火大味，就看到隔壁伫咧呛烟。人家也会讲，啊，紧来火烧厝哦，啊，我来，我隔壁间在呛烟啊。 即个金纸的，对，金纸的，金纸跟金纸。烧是对，比较烧开。或者说外面机车还没有烧，冒出的。警消调查，透天厝1楼是厝主经营的机车行，导火所在可能是隔壁1楼出租的本国籍58岁查甫人。火警发生后伤重死亡，按那楼顶火2楼到4楼，违章计10几间出租，其中住伫咧4楼可能是30多岁挂老婆，含一个唔知几岁挂一小姐，嘛叫火烧死。哦，顶头呀，顶头嘿，这违章哦，打完嘞，打完嘞，结婚可能是。 应该是按引起啊。平常就是求个欠，为了要赚房租，就是做一些违法的隔间出租给别人。像我这边收出导航，你看，你消防还有烟雾侦测器，你要装吧。其他厝口伫咧骂厝头家是真当生，物件卖甲真贵，违章计几若间套房出租，嘛无到警报器，才发生悲剧。因为火是火1楼烧起楼顶，到底敢是有人伫咧食薰，才互火烧起来？会阁进一步调查厘清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